看过，也看过，看过，哎，怎么都看过啊？这学校就不能出一点新书啊？嗯？嗯？嗯？儿子，我知道你在图书馆，你不用说话，我说，你听着就好了。你爸刚打电话说，他今晚又不回家吃饭了。我炖了4个小时的汤，他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应酬。我不管啊，他不回来，我就不吃饭。妈，你别发脾气。我没有发脾气，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啊。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为什么跟着我？你不要否认啊！我刚刚从下道就发现你跟着我了。你不要过来！自从你加入侦探社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了。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推翻我，自己当侦探社社长？我告诉你啊，没门儿！原来你在图书馆兼职啊？感觉不会像干这种事的人。我开个玩笑，你是学生会主席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刚才在干嘛？没什么，你干什么？让开。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。谁杀了他？我杀了他。是谁杀了我呢？我的妈妈是杀手。杀人动机，她不是我妈妈。你看这是不是连起来是一串精彩绝伦的侦探故事，加上一点点学员伦理的拷问？把书放回去。好不容易摆好的，这样别的同学不容易找到书。可是放回去。